大家好啊，又係我光纖輪拯救光纖嘅時候啦。又係你個仆街仔！即係穿咗好多次都係唔得，穿咗好多次都唔得。好，即管睇下你有幾難搞。目測條喉相當健康，表面並冇任何堵塞嘅跡象。不過呢個咁膠嘅膠盒呢，就擺明唔係原裝主位，經過精密嘅勘探。當初嘅主位應該喺呢度，朋友仔做咗條喉延伸過嚟呢度，儀器顯示轉彎位呢度有大量堵塞物。好，準備爆破。屌，瀨嘢，成身都係啊！俾人口爆兼顏射，唔知原來真係打緊仗，竟然可以爆咁多嘢出嚟。突然間受到密集嘅火力攻擊，立即要求增援，立即要求增援。收到，即刻進行2次爆破。哇，真係有咁多石仔，所以穿線帶穿唔過係正常。經過2次嘅爆破，條喉而家應該暢通無阻。落穿線帶試下佢。大師兄返嚟啦！講咩話？我感覺到條穿線帶上緊嚟，搞撚掂！依家綁條引線拉返出去屋外，俾師傅引條光纖入屋。一切準備就緒。拯救光纖成功啊 ！OK， 搞掂。條引線而家已經穿咗出去屋外，去到後樓梯閂好呢個位，最後一程就交俾裝機師傅。光纖就救完啦，係時候救自己部電話，同埋返屋企沖涼。經歷咗幾間公司上嚟穿啦，都穿唔到啦。咁嘅感受啊，呢一刻感受就係起碼唔使俾啲其他公司強而有力咁壓抬高個價咯。咁我起碼都可以轉一轉邊間平我用邊一間啦咁樣咯。係之前都有揾過電信公司上嚟穿嘅，即係穿咗好多次都係唔得。穿咗好多次都唔得。係。睇多啲佢哋嘅作品啊，都幾好㗎。同埋如果真係穿唔到咧，可以揾你哋幫手啊。OK， 好多謝晒你。好 ，thank you。光纖輪嚟緊都會同大家分享更多嘅案例，下集見。